其实小时候，因为那时哈，因为我住在马六甲，但有的时候如果是过年啊期间或什么，我爸爸妈妈就会带我来到磁场街这一带，就是北仔巷这一带来逛逛，来感受一下那个过年的气氛。因为毕竟这边是马来西亚，就是华人当初来到马来西亚时候下南洋来这边吉隆坡开埠的一个地方，就是开埠工程是叶亚来，其实也是客家人。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来到这边，好像前面还有一些好像那个罗汉果啊，什么那些那个冰水，那些都是小时候喝到大，现在都还在那边，可能换了下一代的人在经营，还有很多的一些老店。这些都是一代传一代，就是守护着他们传承下来的一些主业。我想这个才是我就可以从这边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华人其实都是靠着这个就是这个传承的信念一直在延续着，把这种的这个好的一些文化传承下去，希望就是留着主业。你们要它肉多了还是少？你要肉多还是肉少？喂，我不懂。这个肉包多少钱？165，165什么意思？价钱100。OK 呢？叫我们开，然后你这样开，就这里你开呢。这是没有。我真美 ，yes。哦，你谁了？哎，好。不懂是好像是毛山王哈，大哥。毛山王。哦，很美呀，它的漂亮。开得很美的。开得很美。一个。哇，现在我吃的就是马来西亚的果王榴莲。其实有一段时期呢，我们家几乎是完全不摘那榴莲，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妈那时的血糖飙高，所以我们就为了避免她就是也想吃，所以我们全家都不吃。可是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没有榴莲也好。可是我想说，其实真正比较重要的是有妈妈在身边就好吧。你看现在其实我代表妈妈吃也很好啊。其实我们现在走在这条街上哈，我想说，我们其实是踏着华裔先贤所留下的那些痕迹、那些脚步，就是希望我们更能够珍惜当初得来不易的这些成就了。所以我想说，也是让我不免难有所感慨。可是我想说，感慨之余也要感恩先贤所留下的一切，我们要好好守护。毕竟是经历了那么久哈，现在的这个吉隆坡和以前小时候的吉隆坡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在各种硬体设施啊，或者是这些建筑方面，都可能以前你没有看到这种摩天大楼，现在会看到这么多这么高。可是我想说，更重要一点就是那个人情味应该是要继续的保留着，尤其是好像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所扎根哈是。希望能够扎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稳。毕竟，这是我们先贤来到这边落地生根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说，就在这边好好的开枝散叶，也把我们华族的这个文化呢，继续的源远流长的留下去。